荷兰在宣布伫网络顶头公开别人的地址或者是个人资讯恐吓别人，就算是犯罪，上当会当关2年，或者是罚75万。这新的法律对明年开始施行。那咱台湾是有个资法，若准公开别人的个人资料损害利益者，上当关5年，而且爱罚100万。下载电脑用网络伫查资料是真方便，却是隐藏个人资料外泄的风险。对着社会发生争议事件，未少网友发动搜查，查出当事人的个人资料甲背景，引发议论。而荷兰政府最近推出新法，即要伫网络公开别人的地址，也是个人资讯，就看做是犯罪，相当人判2年，也是75万元罚款。新法明年实施。我觉得可以遏阻一些事情发生，对。但我们台湾应该还需要再慢慢的改善一下，有点限制到言论自由啦。不过如果上去公审之类的那种，就比较严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稍微惩罚一下。对着荷兰推出这新法，民众看法无同。即阵包含南韩、香港、美国部分的州，其实拢有相关的法规。台湾是有个资法，依照第41条规定，意图为家己也是第三人不法的利益，也是损害他人的利益，相当刑处5年有期徒刑，并科100万块罚金。不过有律师坦白讲，伫台湾的这种搜查行为，比判刑的比例其实无悬，不过也是面临行政的处罚。你可以去公布或者是使用其他人的个资，而不构成这个妨碍的状况，其实指的就是说有公共利益的状况。譬如说，前一阵子的那个 Me Too 的一系列里面，其实它有涉及到，就是说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犯罪行为。讨论到这个特定人的部分，其实它就不会涉及到了个资法的违反。执行是会有落差的，其实就是说你一个人可能注册好几个账号。那这个 IP 使用的位置可能有好几次，那你可能就是要就是变成你网络就是要实名制。学者认为，个资法有修法加严的必要性，不过伫这平上真侪困难，面临网络机器人、假户头的干扰，难以找出真正使用者。建议政府加强治安的防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